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伫迄个无手机甲电脑，甚至连电视拢无的年代，学校内面的海牵枪、厝流笼，抑阁有孔雀帮，都是上好耍的佚佗物仔。下课10分钟的时间，永远都无够算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是会当倒转去囡仔时代，毋知你下课上想要耍的佚佗物仔是叨一种呢？学校里的游戏很多很多，有时溜滑梯，有时捉迷藏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读好了没？读好了没？学校内底，互人耍的佚佗物真侪，有时厝流笼，有时米小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好未？你好未？来啦，要决倒一张。数样文，又搁是数学文，换一张啦。换倒一张。爱老鼠，好，插入去，贴无好。样样的心，来啊！伫我细汉的时，家家户户除了种田，嘛伫厝的边仔饲一寡猪、鸡、鸭、鹅。饲猪算是副业，猪仔囝会当卖来斗烧天厝内开销。至于鸡、鸭、鹅，是年节时啊用来祭拜众神甲祖先、神山拜椰子王用的。阿官，这生啊饲啊未？也袂咧。遐个鸡啊摇甲叽甲叫啊，莫干那国管红仔飘，紧去饲咧。好啦，阿太，等我一下，先莫叮当哦，等我整生啊饲好，随来。较紧的哦，我连暝嘛要转去饲猪呢。大人无用菜林的石头，囡仔人伫厝内免不了爱斗款精生仔的食食，抑阁有摒扫颠倒、捡柴兄火等等。比较起来，读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代志。下课，起立，敬礼。谢谢谢老师。喂，面汤，咱紧来去占位。阿狗，你还是牵手还是厝流笼？厝流笼，好，用走会较紧。哎呦，贾明堂，你在创啥啦？甲人弄掉啊啦！爆米芳，啥人叫你踩伫门口？先较边个啊？老师，谢明聪甲人弄掉，无甲人毁死的啦！谢明聪，你搁咧欺负查某囡仔？过来！
老师，我毋是调治的，是彭美芳挡伫门口，无爱互人出去。你搁静，老师是毋是有讲过，袂当伫教室内面用撞的，身躯挖过？哎呀，就这老师，我唔敢。虽然有当时会食到老师的竹笋炒肉丝，不过伫囡仔人的心目中，学校算是一个毋免做工课的游乐场，有真侪好耍的佚佗物仔，亲像海千枪、醋溜龙、空跳棒、爬鸡吊单杠等等，10支钟头算袂完。囡仔唱的这首囡仔歌相当有感觉，大唱长长的片就是溜滑梯、醋溜龙、阿门头空的破石的大枪，甲电视顶马戏团内面的大枪，虽然差一截，不过互囡仔的欢喜是同款的。唱片长长的溜龙又搁金又搁骨，互囡仔人的尻川皮愈加清气溜溜。喂，面通，你哪会拢无爱出？我走足紧才占着呢。哦，鲁玛丽，系我的尻川，互老师说甲我要疼死。歹势啦，毋过谁叫你要去掠凤米芳迄个好爸母？哼，这班长有啥物了不起的？恰白白。记在上课的钟声响起，要是有几个高囡仔当作无听到，醋溜龙厝甲毋知要煞。要上课啊！毋赶紧去教室，搁伫遐醋溜龙，是倒一班的同学。紧走紧走，阮落主任会灭人啊！醋溜龙的速度感是囡仔爱耍的重点，海千秋嘛有同款的效果，甚至还阁较刺激。尤其海到上悬点的时阵，拢会挡袂牢，想要伸手买一杯天顶的棉仔糖来解说一下。有意思，咱来比看啥人海较悬好无？好啊，红薯粿要坐咧，还是用徛的？坐咧就好。好，来啊！哈哈，阿高，你看，尤医师甲阿牛粿两个咧比赛海千秋咧。嘿嘿，你有谁会赢？当然嘛是尤医师。哦，安怎讲？阿牛粿较重，尤医师较轻。要讲，嘛是尤医师海较悬。我嘛想要插一卡。喂，高三啊，你要还爱排队啦？知啦，凤米芳。当时课本生活甲伦理的礼仪规则非常彻底，实践伫佚佗当中，大家拢乖乖排队轮流海千秋。不过讲较白，就是烦恼有人等几步无机会害两个，会做尿白甲老师斗，结局就是啥人拢免算。阿高换你，算到20无1、2、3。抑阁有为着公平，阁会结合算术，算到20就换下一个。囡仔人真正是生活中的数学家。
跷跷板、孔雀帮是大家公认培养马戏团特技演员的平衡感上好的器材。骹手美丽的查某囡仔上爱顶高机，也就是一个人耍孔雀帮，来来回回双并走，看啥人走上紧，搁走上久。看我的厉害！外号高山仔的同学郝三龙，逐摆拢摕冠军。看伊遐尼笑着的模样，甲课堂上分考试卷的时，互老师用锤仔摔甲哀哀叫的龙背比起来，袂输是无共人。哎呦，就天呐！哎呦，就天呐！虽然游乐设施真有限，但是放心，爱耍的囡仔绝对袂受到器材的限制。一心一意想要耍的灵魂，出头不止啊济，只要3个人，就听我耍美小吹啊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好啊未？要未？ 1、2、3、4、5。 5、6个人围起来遐粗的大青仔树，就是上好的基地。边仔会当眯的所在非常多，无论是树仔嵌伫爬架顶面，鸟鼠啊嘛爱眯的防空盒，抑阁有工友抢无着，草仔发甲足笑着的暗沟。你好啊未？上界向的是直接密伫大青仔树的另外迄头，对专心咧算数的鬼来讲，真正足歹找。吼，是拢咪去倒位，找拢无。喂，红薯怪，要甲阮做伙耍无？好啊。落尾，无负责任的鬼有可能中途变节，走去边仔耍唱卡鸡。阿狗，红古怪，哪会你无来找咱？嘿啊，我偷偷啊看卖咧，奇怪，无看到红姑姑的人影咧。哪会安尼？我看卖咧。啊，红古怪走去甲游戏室用酸唱卡架啦！哪有人安尼啦？害咱伫遮做瘾头诶！行，咱来去甲伊理论。红古怪，哪有人做鬼做到一半就无爱耍啦？你安尼足无品的咧！对啊，以后无人会招你耍啊！哎哟，失礼啦！啥人叫恁遮后面，我拢找无人，毋才会互鱿鱼师招来耍唱卡鸡。嘿啊，哪会生气啦？要无，阮互恁两个插一卡啦。好，真高。我甲明堂先。好啦，互恁查甫的先啦。跳跳，上卡跳。毋知为虾米，唱卡鸡哪像是查某囡仔的专利？曾经有1、2个查甫的做伙耍，只不过动作甲灵敏度，拢甲查某囡仔袂比平质。敢若强死咧！嘿啊，哪会笨骹笨手啦？恁查甫的耍这无哈啦。阿狗，唱卡机足无聊的，咱莫耍啊！这查某的会跳的无意思，咱若是来跳孔雀帮较趣味啦。搁较安怎交面皮的查甫囡仔，规摆了后，拍死嘛无爱搁跳啊！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袂演线。会记你细汉读册的时阵，下课除了耍海牵手、厝流龙、滚肉球，也就是躲避球以外，还佫有一项上接耍的，就是米小吹。空中好朋友敢捌想过，米小吹这种佚佗是安怎来的？根据芬林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的研究，米小吹
其实是甲大人讲囡仔有关系哦。古早人讲拍囝拍无影，囡仔人难免会犯毋对的代志，吼。若犯毋对的代志的时阵呢，大人都爱教示。可比讲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因为我的辈分较细，我是阮阿祖传落来的即代第一个人，所以我是大干仔孙、大孙、大囝，所以阮老母对我的教育真严格。我若叫比我较细汉的阿叔阿姑叫名，安尼都袂使，伊都爱甲我拍，爱教示。阮老母要甲拍的时阵呢，我就徛点点等候伊拍。阮老母讲：你是安那毋走？人要甲伊拍，你是安那毋走？我你都要甲拍，我就互你拍。尾后我才知影讲，迄是拍囝拍无影，迄教示囡仔吼，你要教示囡仔，互知影囡仔讲，安尼有做毋对的。一方面嘛要教示互别人看，讲生即个囝有咧教示，毋是无咧教示安尼。所以我看别人别人厝边头尾真侪囡仔拢嘛一工到晚要互大人拍，拍的时就走互大人虐虐咧走去味，虐无看走去味，其实大人拍囝咧虐的是猛虐，伊袂讲虐甲够啦。所以这囡仔定定安尼咧走咧互大人虐，走到了后的时，就安尼怎啊变做讲，无咧互大人教示，无咧互大人拍的时阵呢，囡仔嘛来准大人来耍即个大人教示囡仔佚佗游戏，所以米烧炊大概都是安尼来的，即摆我做大人我要教示囡仔，规群的囡仔恁来走去米，米互我找无安尼，结果呢，米烧炊煞变做囡仔做伙佚佗的一种重要的出头。查甫的脚的重剑的运动，话讲倒转来，查甫的体力若用无完，有可能上课惹老师生气，下课互查某囡仔起狂。红菇粿卖走！尤医师，走哪里去？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灌肉球除了满足查某囡仔青饼气，嘛袂输是咧报鸟鼠仔丸。只要会使甲查某囡仔拍甲叽叽叫，查甫就痛甲哈哈大笑。哇你啊，爆米香！哦，就听，赵令堂，你好大卖走！来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卖走！毋过野熊野虎，千万毋通惹着赤查某。万一球若拍着班长爆米香，随上演的警匪总小剧更加精彩。查甫是天生的冒险家，查某的无同。家己伫厝内捡几块妈妈做裁缝剩的碎布，用针线填死的小沙包，就算单独一个人，嘛会当耍几步。一放鸡，二放鸭，三分开，四小塔，五大兴，六拍手，七康西，八望天，九有耳，十跳起。查甫的爱运动是好代志，只不过嘛都爱天时地利，才袂踢着铁棒。5年级的教室后面是田园，秋天的乌麻悬悬长长，又个悠悠幼幼，秋风轻轻吹过来，对查某囡仔的角度来看是绿波荡漾，有够水。若查某囡仔嘛感觉是绿波荡漾，根本就哪像一窟超大窟的游泳池。规个查甫囡仔化休落水，游甲真认真，袂输猛龙过江。跳水哦！查某囡仔嘛临时组成啦啦队，甲这个选手加油。现场气氛无输奥运比赛，
想要到场面当咧热的时阵，远远一个正残的阿伯，沿路骂，沿路走过来。啊好啊，恁这个狗屎囡仔，安尼后白算长穿远，我要来去找恁校长。下课大概是有学校的教育以来上受欢迎的一节课。不过，爱耍的囡仔袂干那耍迄10分钟。上课讲钟了后，利用老师对办公室刷卡行来教室的短短几分钟，坐小隔壁的查某囡仔，4个人一组，就算干那剩3分钟，嘛会当点数。点嘛点叮当，看相成价红。点嘛点叮当，看相裤底破一空。2年级的老师感觉比阿公较老，一点仔派头都无。面对搞怪的学生，连骂人的声调嘛充满老阿公的慈爱。哦，啊，拢已经上课啊，搁踮遐咧点啊点叮当哦。细汉的时，因为考试成绩无理想，互人说过来的疼痛的记忆已经变无啊。遐个佚佗的欢乐的岁月，伫梦中却是袂输是昨的代志共款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海千秋》是由林秋霞原作，罗江书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元甲面堂陈怡如演出，阿泰甲阿高苏信虎演出，彭美芳廖家清演出，洪淑贵林怡双演出。尤玉诗、叶怡欣演出，妈妈王雅玲演出，老师尤惠美、林瑞芬演出，训导主任阮俊嘉演出，做田的阿伯张志宏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来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3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。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美
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车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。月娘出遐灯。